来看超市的进口卵又搁有争议。农业部进前公布，为巴西进口的鸡卵，上尾一批是5月30上旬。不过，这阵台湾的市民却搁有保存期限到10月的巴西鸡卵。台农一开始承认讲日期标唔对，不过是药师去查了后，却认为无过期会当继续卖。那农业部嘛讲，市面上的巴西鸡卵，这效期是到9月底，也未过期。超市进口卵争议不断，农业分专伫面册表控农业部风检署日前表示，巴西鸡卵上晚是5月30日准，不过前几日煞有巴西卵伫个架仔顶，制作日期是9月初6，保存期限是10月初5。怀疑进口鸡卵保存期限敢会当超过4个月。表控所讲的大农卵品负责人讲，水卵、精卵拢照规定办理，这批卵是日期误标，已经主动回收。这卵完全符合着需要的规定，和进口的日期不符，这是我的疏忽，对消费者发一个失礼安尼。社署嘛讲，在已经和地方卫生局去大农卵品稽查，发现标示的有效日期和原厂规定袂合，依法会当罚4万到400万，嘛叫业者随时回收。不过因为有效期限也未过期，等日期改成了后，就会当搁摆去货架仔顶。那这一批产品，我们看到它的制造日期是今年的5月27号，有效日期是到今年的9月24号，所以从这2张手板就可以比对出来，这个标示的有效日期显然是不符。农业部讲，有效期限是照巴西来原厂标示，经过巴西来原厂评估，运输过程全程冷链。而且包装完整，有做喷膜处理，所以期限会使到4个月。经过清查，最后一批有效期限分别是9月24、25、27。市面上发现10月初5的是最后一批巴西卵，虽然标示错误，也毋过拢也未过期。现在目前市面上的所有的巴西鸡蛋都是合格、安全，在有效期间之内。不过进口卵税境的效期和国产卵同款，效期拢1个月，引起外界质疑。农业部澄清，进口卵经过税经了的有效日期，完全照原来来源牧场的有效期限为主。另外，未来法规是毋是需要检讨调整，会可按是药事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